镜头换来看高雄，高雄有家长指控年某虐待也未1岁囡仔。家长指出，这个年某那像是雕工用面巾将囡仔的头包起来，咧饲饭的时阵，佮甲囡仔的头大力刺咧，甚至甲囡仔下去弄到护栏顶顶。市府表示，经过查证，确认到这个年某有违反儿少法，要甲罚相当60万块，也要甲废止居家托育的资格登记。 无到1岁阿姨仔爬的时阵无注意，下海弄着涂骹，疼甲哭出来。宝贝还伫碰椅耍手机，过一下来抱囡仔，但是伊的嘴唇已经闪火。是怎么装的？妈妈知影了后，真唔敢无怪保镖颠倒，互对方口水，讲伊是护理系出身，所以对这种代志反应遮尔大。本身是护理系毕业的，那他因为我还蛮紧张的当下，因为整个嘴巴都是血嘛，那我没有怪他，那我现在带他回去看医生。 但他就，意思是我很大惊小怪，身为护理系讲真的非常的失职。保镖反应，互家长感觉奇怪，调监视器才发现，今年4月囡仔送托到今年7月，真侪届拢互粗鲁对待。亲像保镖制批的时阵，互坐伫碰椅的囡仔规个连落去；饲饭的时阵，大力固定囡仔的头，用铁汤匙大力来饲饭，也是来杀囡仔去弄围栏的状况。很长，就是提早起来，他就会很不耐烦。因为原本我儿子起来是哭而已，但是他退过去撞回来之后，是整个尖叫大哭的一个状态。查证有违反《儿少法》第49条情事，依法裁罚6万至60万元，并废止居家托育登记的资格，终身不得从事居家托育服务。 家长9月退脱事件伫网络来引起讨论，社群出现一篇自称是保镖本人的文章。伊讲阿姨半道无随看，确实是伊的疏忽。毋过棉被盖面、铁汤匙饲饭，拢是家长同意，但是保镖本人面册关起来。伫这个进前无法度确定，敢是伊本人写文章。毋过市府讲调查伊确定有违法，开罚上悬60万块，嘛废止伊保镖的资格，终身袂当从事这项服务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cường报道。